安的消息，昨昏早起7点外，有澎湖渔友呢看到讲7米西南边外海有一台挂5000支中国的军舰通过，边啊有咱国海军的军舰伫监控。双方虽然讲有保持安全距离，验过呢气氛真紧张。渔民看到了会惊，赶紧离开，就惊讲互人入入中，安尼变成互人包案有生命危险。国防部是表示讲，海巡单位呢拢有严密的监控，拢当确实掌握敌情，甲应对目前并无各样。 11月14啊，这艘是台湾军舰啊，这艘5星级军舰啊。渔民看到头前一只台湾的军舰伫海面上铺陈，挂有5000支的中国军舰，就伫正对面，渔民真烦恼。哇，5星级军舰在我旁边，我会惊死我。油门催落，赶紧离开。 就惊2只船拍起来，渔船风夹伫中央，也风看人。我乡亲啊，有鱼啊，我袂钓啊，我走啊。昨夜7点多，澎湖7米西南外海，渔民出海掠鱼啊，看到中国的军舰通过，咱的国军对伫边啊监控，双方虽然保持安全距离，不过现场的气氛真严肃。 根据了解，挂5000支的是中国飞弹护卫舰，属于中国海军轻型的护卫舰，稳定性甲电子的兼容性真好。主要负责海上巡逻警戒，是基地防御的主战装备。自从这1年转入中国海警，加强执法的力量。咱的军舰属于海军舰队的新攻击顺风舰，安装8连装各造反舰飞弹，增强反舰甲反快艇能力。 主要负责精神甲战演训的进步，驻地就伫澎湖马经军港。啊，咱的沿海，咱的领海，这休来面了就好啊！你。落咧也袂趁啊，也都无够外头的薪水啊。就算局势升温，今仔日早起也是有不少渔民喙齿紧家己出海。 也毋过看到中国甲台湾的军舰小队，渔民心内加减拢有顾虑，敢若希望两岸关系卖遐紧张，互因会当安心掠鱼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